先生听讲熬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已经是讲解到正文第67页，也就是六祖坛经最后的一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到第4节，就是解说到连24传语39祝法。即嘛应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说法理性37载，书法43人，五道超凡者目的基础。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这段可以讲就是这部六祖坛经的总结论啦。前面所讲的，就是小酒的气势，向方向来个造文。结果呢，方向就下命令，要来立一个碑，要来记慧能大师伊一生的事迹。在下面所讲的史春秋76起，这呢也可以讲就是伊的简单的历史啦。六祖慧能大师在世间是76岁，24岁啦就受五祖将衣钵以及顿法传开，就是禅宗顿教法门来传开。确实呢，甲39岁才祝法出家来受戒。下面讲说法理性37载，也就是讲将伊来完整，也来受戒了呢，就开始来弘扬伊禅宗的法门，就说法。这所讲的法，是咧指禅宗顿教的法。利生呢，就是利益众生。凡是说法呢，一定会利益众生，因为众生得到法了，照呢来去修，那就会当好得到佛法啦，真正大的利益。伊说法理性呢有37载，就是讲一直啦，讲到伊要离开世间以前。六祖慧能大师伊即款的说法理性的情形可以讲，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的情形差不多同款。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伊讲经说法，那一直讲到伊要离开世间迄个时阵，将这个意义讲起来，佛门中的佛啦、菩萨啦、祖师啦，可以讲是一点仔的时间都无去拍算，都无去浪费，并毋是像咱一般的社会人讲我即马食头路已经几岁啦，我应该退休啦。或者是我做事业已经做几年啦，应该退休啦，是不休不息啦。会使讲就是不休息菩萨。这款的精神呢，是值得人钦仰，值得人钦佩。伊在说法理性37年的中间书法43年。书法呢，就是讲接业法，伊将法传出来，拢总呢就传予43个人。
凡乎43个人，若是根据《传法正宗记》内底所记载啊，伊43个其中的第一个，就是属于西印度的屈多三藏；第二位就是邵阳的法海就是法海法师啦；第三位就是罗陵的智成法海啦、智成啦，因这个名呢，在前面都走出来。第四个呢，就是叫做晓了晓了。第五个就是地红这个地红呢，在前面我那有。第六位呢，就叫做发达这个发达啦，同款啦，在前面也有伊名出来。过来个就是地通，这是第7位。第8位呢，就是智铁智铁。第9位就是地雄，地雄。第10位就是智道，智道。第11位呢，就是广州的印宗法师，印宗法师迄当时阵在法性时的所在，伊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但以后六祖慧能大师去会认到了伊虽然是讲来替圆顶，却是反倒转来呢，来亲近，也来拜伊为师啦。究竟禅这是属于实行，实在得到利益。讲经的法师呢，比较就是较偏重于理论方面。这位印宗法师呢，认为讲伊本身伊的修行要不如慧能大师，因此呢，伊也来修伊的法。再过就是青湾山的行书，这是第12个。第13个呢，就是南岳怀宗。第12个青湾山的行书，甲第13个南岳怀宗，因两个可以讲就是六祖门下最一定杰出的人才。因为以后南宗禅变为5宗7派就是对因两个传出来。这咱念了时间呢，再来说明。第14个呢，就是温州的显觉，就是显觉禅师。再过来第15个叫做本净，本净。第16个呢，叫做显切，叫做显切。第17个呢，就是灵韜。灵韜这位呢，在六祖慧能大师伊迄个阿妈棍险去用甲偷摕去，也迄当时的官厅有掠着这个张正满张正满讲伊是受到迄个神罗精就是韩国的出家人名叫做金大比收伊的钱20千所以呢，要来偷摕六祖慧能大师的头壳。迄当阵官厅的人呢，也尊重寺院方面就问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弟，就是这个灵韜讲到底这个人是要甲伊处罚，毋甲伊处罚啦。迄个灵韜呢，就对当其时的官厅来讲啦，讲假如若是以国法来甲伊论那应该真正重的做。不过若是以佛教来论佛教是慈悲、万千平等。那何况伊这个头壳，伊偷摕回去目的嘛是要供养所以这款的罪呢，可以来甲伊原谅了。迄当时阵，
寒天方面啦，就认为讲出家人实在是真自卑啊。所以当阵的这个刺史刘武添呢，就将这个张正远给他放下去。使这个张正远无罪呢，也就是这个领土领土呢是第17位。再过来第18位就是叫做惠忠惠忠。第19位就是欧德新会。对于这个欧德新会因为有新会的记录，尤其是咱近代的一个学者，名叫做欧石博士伊是真正推动这个欧德新会。第20个名叫做基道，叫做基道。第21个就是名叫做静安名叫做静安。第22个叫做心禅师心禅师。第23个呢叫做定真，叫做定真。第24个名叫做建国南岳建国。第25个就是叫做济空山的道真，济空山的道真。第26个呢名叫做显快。第27个就是萧山的延寿名叫做延寿。第28个叫做宗一，叫做宗一。第29个就是金蒙山的显现名叫做显现。第30个就是南岳的梵行南岳的梵行。第31个呢就是平洲的自在名呢叫做自在。第32个就是西境的含空名叫做含空。第33个名叫做太上，太上。第34个呢就是广州的法正，名叫做法正。第35个就是清凉山的辩才名叫做辩才。第36个就是广州的五抽道名叫做五抽道，是一个修抽道行的人第37个呢叫做道英，道英。第38个叫做地本，叫做地本。第39个呢就是叫做法真法真。第40个名叫做显解，显解。第41个名叫做贪吹，贪吹。第42个就是萧州的刺史韦吉。事实上，这个萧州刺史韦吉对于廖作惠良大师的讲经说法作为发起的因缘伊的功劳非常的大。第43个就是义兴的顺菩萨义兴的顺菩萨这就是遮所讲的书法43个。从这个所在，咱就可以了解讲，伊发传出来，毋是完全拢是传予出家人。其中从这个处事为记或者是讲顺菩萨这应该呢，拢就是在家信徒。虽然是在家信徒呢，伊也是同款将法来传开。迄边讲悟道超凡者，目的基础。悟道就是了悟了佛道，就是讲对道理有了悟。也超凡就是讲超出凡夫的见解，就是因呢会当来得到转变归悟的目的基础。目的基础就是讲无法度好来了解伊的数目意思就是讲，廖作惠良大师传法接的法呢，虽然是只有43个，但事实上得到伊的佛法的利益的已经悟道已经超凡了，根本
都毋知影到底是有偌济。意思就是讲，五道车坏非常济意思。下面达摩所传信义，西迄屈顺部也，中宗始摩那波跋及方便速思真相，并导其应定波林道场，流传但经，以现宗旨衡量三宝普利群贤者。这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啊，既然伊爱等于做去波林寺，所以呢，达摩祖师所传的信义，为什么叫做讲信义呢？这个义甲跋呢，就是表信，表信就是讲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信物，互人相信讲这呢，确实实啦，就是由前面的祖师所传落来。那这所传的信义，名叫做讲做西迄个屈顺部。这个屈顺部，这是布匹的名，名叫做讲做第一部，也就是呢非常细、非常细的布，就是讲真有的这种布啦。这个布呢，就是捧迄个木棉花的心来做的。就是讲捧迄个木棉花，其中上介好的迄部分摕来做。那达摩所传的信义呢，这是达摩祖师来咱中国了后一直传落来，属于7条义，就是将达摩祖师来传互慧可。慧可呢来传互僧璨，僧璨传互道信，道信呢传互弘忍，弘忍呢就传互六祖慧能。那达摩祖师所传的这领信义，以及中宗所示的迄个摩那波跋这个中宗示摩那波跋，这个呢，咱就来看第56页。第56页对头算倒来第7节遐呢，有一段文是安尼讲的：讲定即善依庆，速将善根，得师出世顿悟上升，感恶因师，顶戴无义，并奉摩那袈裟及水钱钵，托小舟刺史修习事务。事事求其为国因事这只所讲的就是讲，迄当时阵的中宗皇帝一直要来请慧能大师去，但慧能大师呢，伊认为讲，伊人生去也毋是真正庄严，去迄个所在假若那互皇帝啦、调来大臣啦，诱导伊即款的身份啦。也生起这种的轻慢心，安尼对佛法呢更加无好处。所以呢，伊就讲伊人某啦，结果就无去。无去了，这个时间呢，这是中宗派伊去的人咯，都来甲伊报告这个代志。报告这个代志了，中宗都非常欢喜，讲伊算讲是真心有做善事。也宿世呢有善根，所以呢，才会当好拄到慧能大师出现在世间，会当好顿悟到上乘的佛法，伊非常的感激，所以就要来供养伊的摩那的袈裟，以及甲水钱钵。所以伫这个所在写讲做摩那波钵，这应该是属于摩那的袈裟，以及甲这个水钱钵的意思。那这个摩那的袈裟呢，也是一种的布真好的，真正好的布的这种的袈裟，所以呢就名叫做摩那袈裟。
也即个钵呢，是属于水钱钵，这可以讲是真正宝贵的物件。真正宝贵的物件，自即个呢，拢做一嘛呢，摕转去宝林寺的所在，讲其方便所需真相。讲以及即个伊的地主这个名叫做方便伊即个人呢是对于装佛像这方面伊有讲究啦。伊呢有装一个祖师的像，以及甲即个道具，即个道具就是讲，凡是三衣其他的物件，一切对于修学佛法、对于修行佛道有帮助的拢改名叫做道具。所以这个道具会使包括当其时六祖慧能大师所用的这物件，凡是所用的这物件呢，就永定宝林道场。永定宝林道场就是讲永远呢，都该放在迄个宝林的道场。这个定就是定做就是放伫遐意思。也流传断经，就是讲就留这个六祖断经，这个断经就是六祖断经啦。留这个六祖断经呢，以显宗旨，以显宗旨就是讲来显扬南方顿教禅法的宗旨，衡量三宝。安尼呢，来使这个三宝会当得到衡量。若是三宝，现就是咱所讲的住持三宝凡是佛像，咱拢该叫做讲是佛宝；经典就法宝，也出家人呢是净宝。不过，若是玉禅宗所讲的迄个三宝意义呢有小无共款。那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佛宝就是咧指咱一切众生的本心本体。咱众生的本心本体呢，本来是佛，这就是名叫做佛宝啦。那对于这个佛有一个正知正见，那就变成一种法宝。也对于这个佛法，拢无所求，名叫做讲净宝。所以伊所讲的这个三宝的意义呢，甲咱平常所讲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啦，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热心，转去宝林寺方安伫遐，将所有物件拢放伫遐来做一个纪念。搁再留这个六祖断经，也来宣扬六祖慧能大师禅宗的教义，也使这个佛法僧三宝呢，会当来衡量，讲普利群生者。这个普利群生者就是讲普遍来利益众生，使一切众生呢，拢会当来普遍得到利益。那这段呢，也可以讲就是经典的流通分之文啦。咱这部六祖断经，虽然是无解分讲正宗分前面的序分啦，中的正宗分啦，后尾的流通分啦，虽然是无安尼但是这段应该呢就是属于流通分的文。咱即嘛讲到这个所在，有关系六祖慧能大师伊的六祖断经的正文，完全已经讲了。因为下面还搁再有半点钟的时间，所以对于六祖断经内面有需要补充的在下面半点钟的中间，我再过来向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注意听先听众，就请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过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断经。